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为故事送来开讲。今日的节目伫咧台北专业的录音空间录播课来录制。录播课是由一阵包含着新闻主播、导演、美术设计、创作歌手、网络名人所组织的专业团队，不管是 Podcaster 也是 YouTuber， 只要你有创作的需要，拢会使考虑因的服务。详细资料就放在说明区，让你做参考。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有梦想水，读台文、听台语。讲到读台文、听台语，其实也就是家己浸入台语环境内底。当时讲浸水式的学习啦，那用阿德惯式的俗眼来讲，就是客观边的字母，袂晓吹箫嘛晓拍拍。确实啦，我有当时也会碰到真热情的听友，会甲我讲，伊会听阿德的节目来学台语，甚至有人用对读法来练习家己讲台语吼。今日咱的来宾毋那是听友，佫是国外经典的台文翻译者。我伫网络顶看到伊当伫训练家己的台语的时，拢会听阿德的节目，所以我专工甲邀请来甲大家点一下，毋是啦，是想要请伊来分享伊家己的台语路，嘛来讨论一下经典的台文翻译一寡较大家毋知影、较无遐尼了解的所在，尤其伊翻译的这两本吼，拢是足硬斗的。大家应该拢有听过册名，毋过恐惊认真读过吼，无论什么语言版本哦，即款的人吼都无遐济啊。伊即本新出版的这个经典台文版，一本是非洲的美国人权运动者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我有一个梦》I Have a Dream， 甲美国的立国文史独立宣言。先请咱的翻译者来甲大家小照问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号做魏晋和。魏这个字，大家应该是较无接看到。迄个魏写法就是倒手边一个人，正手边一个儿童的字。是，我英语名是号做 Michael， 啊，毋过嘛使叫我晋和，还是阿和就好啊。魏这个发音对我来讲是较生分，这个字平常时我看到我可能会读作魏较济。这个你的原本的这个成长的所在关系的腔口敢有关系？我是住伫咧新竹市香山区是牛埔迄边啊，嘿，就是阮兜就是自细汉到大汉拢是安尼念，就是念鬼啊，就是我后来熟悉孙聪老师了，伊有甲我问讲，你敢确定这个字是念鬼？因为教典内底写的敢若鸡，是鹅，应该是鹅啊，是就这两种念法，对，所以孙聪老师有甲我问过，我嘛有去问过阮爸母。啊，了又去问过阮阿嬷，因拢讲是鬼无毋对，所以应该是新竹的偏专腔的款哦。有可能。那是照对啊，你的讲法，因为伊有个这个音嘛，啊嘛有个这个音，这是属于较专府腔。一般我所知影的字内底有这款对应的，拢应该也够有一个咱讲的偏专腔，是偏台湾腔的这个音，所以确实读过是真有可能的。啊，当然在地人各有各是安尼读，那安尼都是应该就是安尼个。只是确实这个字伫咧读过，我较无遐关系性，较罕你看到，所以我想表示讲，你原地的生活环境内底，真正是有台语，才有机会去读到家己的姓，对无？对。因为当真侪人的这个环境，都算加减啊，个讲一寡台语啊，讲到人名都安那。全部都是华语去读，为号名开始就是华语思考嘅号名，所以为敢若为你这个姓的发音，就会使知影讲，哦，你原本有迄个环境，是，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你目前咱都讲到有2本翻译的册，对无？是，但是咱知影讲，单纯做翻译吼，除非你是手头一届翻译一个册。无可能袂要转接小可有困难。是。平常时目前大概主要伫做啥咧？我即马主要拢是咧做手机啊电动。手机啊电动，我即马上主要是伫咧做华语翻做英语，啊英语翻做华语我嘛有咧做，然后华语翻做日语我嘛有咧做，啊英语翻做日语
手机啊电动。所以是甲原本就有的手机的电动翻译做无共款的语言的版本。对，所以你理论做翻译的工课啊？对。只是讲可能较有通谈的电都是电动这部分。对，因为无咧算，就是手机啊电动的人可能较毋知啊，毋过就是因遐个公司基本上拢趁介大。迄真正趁介优势势。对。手机啊，若有小可伫遐算电动的人就知影吼，这个产业真惊人啊。对。所以其实你一直拢甲语言的转换之间是有关系啊。对。毋过拄仔讲的，譬如讲，毋管是华语吼，这是占主流优势嘛。是英语啦，个日本的这个电动，国较免讲是足出名的吼。是。日语啦，这几个语言拢是大真大的语言，伊市场真大。是安那会常常接触到台语，或者讲台语翻译这件代志？因为最奇怪是，照你的成长的过程来看。你是真少年时阵就去到国外长期住伫国外，是。你国较无机会接触到台语对无？对，就是我住伫咧国外的时阵是使用台语的机会是较少无毋对。就是我伫咧2020年为日本转来到台湾了后，就是有时阵就去下港找阮阿嬷是安尼。阮阿嬷就是伊拢讲台语，华语较袂晓讲安尼。我想讲，若是我会晓讲台语，就会使去找佚佗的时阵，就会使用台语开讲安尼。你讲阿嬷是阿母这边的阿嬷？对，就是我妈。是，所以你就有甲阿嬷还是有伫互动。对，毋过敢若靠戏群转来甲阿嬷互动的这段时间的台语，其实是无可能互你一直维持正常的使用。对，你也是爱转到，比如讲你长期住伫国外，所以到迄个环境内底，共款如果无去嘛。我转来到台湾了后，其实我拢有一直咧找时间，就是看电视，看台语的电视安尼。你讲透过网络安尼？对，亲像咱即马毋是伫咧迄 YouTube 监管，拢看。真正歹计较，真正歹计较，对，我其实就是抑个是囡仔时阵，我就看真多啊，就是听台语基本上都是无问题。对，就是为迄阵就是练起来。对，后来就是搁转来到台湾了，就想讲若是想要较顺的台语，那安尼看亲情莫计较，即种就是台语较顺，是对，搁较顺的台语安尼。但是安那伫咧国外，虽然咱讲，因为毋管是甲阿嬷互动，还是讲你可能对即个语言有一寡感情，所以一直有维持即个莫断过，即个语言莫断过。毋过要接触到为台语变成台语翻译，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咧。是安那去看板到这件代志咧？其实我熟悉就是孙聪老师。就是专门看古罗南的我先甲你拍对一个，是安那我会去看到你个人的 Facebook 顶管所写的感想，是安那会知影你有听我的节目咧？就是伊传互我，是不是啊？对，就是嘛，真趣味啊！就是我甲老师伊是伫咧准年熟悉的，是，对，伊迄阵伫咧台北，就是有一场演讲我就是有去参加，参加了后，我就是有去面册顶管。甲老师教就是教了，就是写信息甲伊讲，就是孙聪老师，我号做啥物名啊？就是我即马拢咧做翻译，我对甲外国话翻译做台语的舌头嘛是较有兴趣若是老师你遐若是有机会，敢会使就是甲我小解一下安尼。是，所以是你去参加的某一个讲座安尼，对，去甲伊互动了，等于甲透过网络搁去甲伊讲，是，伊就甲你牵去，对，做这个代志安尼，对。毋过是安那你会想要做这个翻译，翻做台语，甲国外的物件翻过来？大家应该拢知影讲，就是咱台湾即马虽然还阁真侪人会晓讲台语，毋过就是会使有迄个才调，甲台语文字化，的人才是真少是我就想讲，就是我原底就已经会晓讲台语，佮加上我后来有家己学要安怎写台文，写台语安尼，我就想讲，就是我即马已经有即个能力啊，想怎我就是无要甲伊，就是好好使用。你是去参加孙聪先的讲座进前，你就会晓写台文啊？是，所以你就认为讲，既然我已经有文字的这个工具存在，我其实就会使有机会来准备做翻译这件代志。是无毋对。所以我透过孙聪先的这个倒刊的对啊，对，做一个中人的解释。对。我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代志，是因为
真侪人伫咧国外迄个环境，其实你要做一个虽然讲是像加拿大啦，虽然讲是像美国啦，即款的环境，是一个黄皮肤的人，伫咧遐的生活，其实伊所要面对的代志，我想恐惊也是比白皮肤的人较搁较济一寡。伫即个生活环境内底，其实恁有真侪心力爱投资伫咧生活各种的代志内底，所以对即件代志一直维持一个注心，对即个语言一直维持一个你的关心，这是一个真相对来讲啦，我感觉这是一个较汉年会看会到的情形。是什么款的起心动念，互你会想讲，我就是要对即个语言，除了甲阿嬷以外，我想阿嬷毕竟甲阿嬷讲话也是有时有准，你无可能是时常是甲阿嬷讲话，但大部分人可能甲 AI 讲话时间佫较济。是。伫咧这以外，是安那会有一直对即个语言保持即款的心情哈？其实我去加拿大学过英语了，就是看过更较大的世界。是，我想讲就是迄个时阵开始会去想讲，就是是安怎有一款语言遮侪人用？是又果是为虾米有一款语言，就是毋若真少人咧用，而且又果去互人歧视。是。为迄阵开始会去想即款代志后来就是转来台湾大了，又搁有伫咧网络顶管熟悉朋友就是有透过一个朋友去了解讲，就是咱台语应该是讲毋若是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就是咱遮的本土的语言。是，伫咧咱台湾即个土地顶管颠倒是受到歧视。伊的发展的历史，对，就是伫咧了解遮的代志了，我就想讲，就是我。原底就自细汉就晓听台语，虽然讲了无啥认得，毋过至少会晓听。想讲就是我若是弥乱开始学台语了，毋知会变做安怎？想讲就是来试一个安尼。敢有什么款的情景？什么款的？咱定讲一个刹那间，就是因为大家等会讲我爱教台语又好，是有真侪人安尼讲嘛。这是我的母语吼，因为语言有啥甲认同有真深的关系。所以可能大家拢会安尼讲。毋过安尼讲甲真正，咱当讲弥乱来去做一件代志，这是无啥共款的。头前虽然讲，比如讲你登记，就算人伫国外，你也是有伫注心这件代志。但是这甲真正要甲这物件搁较进一步。因为你练习的代志已经毋是日常生活的对话是要进一步到这个程度，迄就是真正的下苦心去做去学习。咁有一个什么款的情景，互你形容感觉讲，我就是决定要来做这件代志啊？我拄则有讲到，就是我外妈我外妈伊是伫咧准年的时阵过身的，是对，我就是准年是2024年对，是。我自2020年转来台湾了，就真想要怎讲，就是弥乱学台语，才会使甲阮外妈讲话，安尼。毋过就是伊伫咧2024年遐咧，就是离开我就是看着伊人倒伫观察内底，就想讲，就是虽然已经无机会互伊听到毋过我就想讲，就是真可惜，嘛是为迄阵开始就是想讲，我想要好好学台语，我想要弥乱甲台语捡倒转来安尼。我相信有真侪人伫讲起着家己的母语这件代志的时阵，永远拢会想起着家己的时代，是阿公啦、阿嬷啦，甚至像对我来讲是阿祖。迄样的人因经历过的时代，因的讲话的方式其实甲咱无啥共款。是。所以咱本地就咱讲，可能伊当毋是10年啦，但过去可能讲10年是有一条沟，你知影？是。但是当可能3年甚至1年都一条沟毋过咱总是，比如讲咱是自细汉甲遮的时代是有伫互动、有感情的，你会希望好好去甲伊对话，尤其是咱的语言能力，因为咱愈来愈大汉所以咱的语言能力嘛愈来愈好了，会使好好甲伊对话，好好表达我安怎甲你看，安怎想你。毋过第一是因为咱的语言，这个母语因惯势的语言，无对咱做伙大汉。是。第二是时间有限，永远都是真侪人会伫咧。我若是搁较早学会晓什么代志，我若是搁较早完成什么代志，我都会使伫面头前好好甲讲。好好互伊知影即个遗憾，我想这是真侪人的一个人生当中的课题。
这对你来讲嘛是共款。我自细汉到大汉都是住伫北部，嗯啊，论是讲就是会转去阮grand妈因兜嘛是一年过年的时阵，是迄阵会转去下港迄边啊。细汉时阵无啥物感觉，啊，毋过就是大汉较大汉了，就想讲就是一直拢无机会去好好啊认捌熟悉即个人。嗯啊，佮加上就是讲就是就是我家己以早的代志能力是较欠缺，无毋对啊。我想讲就是后来较大汉开晓想了，就是讲就是紧趁伊即个人还佫伫的时阵，想讲就是较紧。甲无记捡倒转来，安尼才有时间去认捌、去熟悉、去好好啊，甲伊讲话安尼。我想其实除了咱家己的时代以外，啊，佫有真侪人，伊同样有即个需要，咱会使用佫较，因听了佫较爽快，听了佫较舒适的语言去甲因对话，所以这真正是需要下苦心甲有法度找转来。是，毋过你讲比如讲要拍拼来找转来母语即件代志。讲是足简单，真正要做佫无遐简单。是。你家己是在你家己的经验，你拢是安怎做的？其实有小可困难，而且我嘛毋知影我的角度、我的经历是毋是大家拢有的。啊，毋过就是我敢若会使为我家己一个半个台语人的角度来分享即件代志。阮兜就是自阮咧细汉的时阵拢讲台语，啊，我嘛家己就是定定咧看台语的电视安尼。所以就是我细汉的时阵，其实台语就已经基本上拢是平常时的对话，我拢已经听拢有安尼。是，这对我后来就是要甲母语捡倒转来是有真大的帮助。你的根基原在啦，是，基础以外咧，基础以外，根基是一回事，但是这个物件久无用共款的推。是，我讲有一个足趣味的语言，这个代志吼，甲收水啦。骑脚踏车啦，其实就无共款的。脚踏车其实迄只收水，咱就是事后，就是讲你升点过程迄都会晓的。伊就是爱学过，但是学过了，你身体有一个记忆了，敢若真歹去放袂去。就是讲你常常久无去收水，对常常去收水，你感觉较忝。毋过只要加叮当过啊，你迄个感觉就会有转来啊。迄是透过身体去记忆的。语言毋是记忆伫咧你的喙齿尔，伊嘛伫咧大脑、你的身体的活动啊，你的喙齿全部拢有。伊久无用，真正会推，真侪人会真侪事，到尾仔拢讲袂出来，有无？是，真侪人拢讲家己细汉时阵台语比他较好。表示讲即个物件是会推去的，会退化的。是。这个时阵你要安怎去？敢若有根基无够啊？你是安怎去透过什么款的拍拼，还是讲什么款的做法，去甲迄个感觉，佮重新甲扭转来，甚至去加强迄个能力？我嘛毋知影是毋是有关系，毋过就是我自以早就是去加拿大了，我就有真侪语言，除了英语以外，我嘛有日语啊、韩国话，是我嘛有咱听众朋友应该有学过日语甲韩国话的人，应该拢知影讲，就是韩国话内底有入音。是入声字，对，入声字，这是咱台语内底嘛有的。是啊，日语咧虽然讲因的入声字已经无遐明显啦，毋过看会出来，对，有混杂，对，有迄个混杂伫内底。所以就是虽然我自细到大汉拢无正式学过台语，毋过就是我学过其他语言，内底拢有小可有台语的混杂伫内底，你对伊的结构有了解？对，至少就是，比方说讲伫咧发音顶悬，就是我已经经验真有够啊。是，所以就是我后来伫咧甲母语捡倒转来，即条路顶悬，对我来讲是帮助是介大。你有一个优势，因为你甲亚洲的这几个大家较知影这个语言有学过了，咱其实会使为你去学一个新的语言的时阵，其实你必须爱从头去拆解这个语言。是，但是咱家己的母语，咱其实过去是袂去拆解的。是，你就是自细汉听到安怎讲，你就安怎讲，对无？所以你翻头甲你学到的这看妹妹角角的方法，翻头来看家己的语言的时阵，你会使重新拆解，你就知影讲我这个所在。倒遐老高，倒遐毋对，倒也使调整啊！是，无毋对，所以进步速度就会较紧嘛。是帮助是介大，无毋对。但是你无法度要求每一个人想有其他语言嘛？对。基础以外，比如讲像你当讲有个人会看网络影片，真侪像人讲真正莫计较啦，或者过去。真正天天开心其实嘛有一寡，但是伊较无遐济参战啦，各种进前的戏出啦、节目啦以外，感觉佫有什么款的无共款的做法？佫有就是伫咧厝内底的时阵，我拢会找阮母啊，就是
讲台语。啊，对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代志。对对，就是讲是一定爱讲。虽然讲我知影讲，就是有一寡人因兜的时候，人拢会嫌讲啊，你台语讲啊遮烂，莫讲。啊，毋过就是我想讲，就是滚出来的嘛是有即款人。是。啊，我会做就是讲，就是莫去说迄款人讲话，因为你一开始就知影讲，就是即个人会甲你口说，啊，你就嘛去甲吹就好。啊，阮母啊，就是伊拢袂嫌我臭年代安尼。是，伊拢会偷听我讲。要准备考试的时阵，我拢会就是读文章，互伊听，就是去网络顶管找台语的文章。是，对，念互伊听。因为就是阮母啊，伊虽然袂晓写台版，毋过伊就是自细汉到大汉拢是伫咧背后大汉的，伊台语是顺的。是。对啊，我就想讲就是若是就是我身躯边已经有一个顺台语人，对啊，想讲就是。读互伊听，啊，会使增加感情。对，对，无毋对，对，想讲就是读互伊听，啊，伊有听着我读一个所在，伊就会甲我讲。是，对，甲纠正安尼。伊要甲甲你讲，你即个音发音足奇怪，啊，其实是因为腔口的差别，因为白河来讲，因为属于台南嘛，嘛是带虽然是属于溪北啦，毋过嘛是小可带台南腔，台南腔歹势。伫新竹是。迄个腔口差是足大的呢。其实有一寡字是腔口有腔口的差别，无毋对，啊，毋过就是警差是无介大啦，对啊，就是阮母啊，我著读互伊听，啊，伊就是感觉讲，若是有啥物事所在，伊就会甲我讲安尼。因为阿母可能嘛长期住伫新竹啊嘛，所以伊嘛知影遐个人安怎讲话，所以凡说是利用着新竹的腔口，伊嘛拢了解，所以伊较有法度去分辨讲啊，这是腔口差，啊，这是倒遐可能发音无遐标准，无遐短调的感觉，伊是分得出来安尼。是。这个过程对来讲，敢真正有迄个母仔囝感情变较好，应该是有啦，因为就是应该是有，对，就是我进前伫咧面册顶管写我迄个破文的时阵，我无写伫即段，啊，毋过就是我其实伫咧细汉时阵，我讲话大字，是哦，对，讲话大字，虽然讲应该是看袂出来，听袂出来。我看袂到你的喙齿，就是听袂出来的。对，就是我细汉时阵就是讲话会大字啊，迄阵就是好佳在是有阮母啊，就是带我就是读册是读诗对啊，就是迄阵就是伊有伊带我安尼读啊，后来就是大字就无去啊。迄阵当然是读华语，就是无毋对啊，就是迄个感觉应该是真相像。我细汉的时阵就是伫咧豆啊要学安怎好讲话是的时阵，迄个情形、迄个状况是介绍像。所以我咧想啦，应该是有增加阮两个母仔囝感情啦。安尼敢若重新去回到迄个咱那个足细汉，需要外靠阿母，迄个感受母爱的迄个人，甲一个年岁了后，咱变成一个大人哦，甲一个岁数，其实确实对时代迄个感受还是无共款。咱一方面会希望脱离迄个外靠的关系，就是我已经大汉啦，我成人啊，我甚至有的人有家己的家庭啊，有啥？毋过当时其实心内也是有一块迄个过去，凡说对来讲是相对较好的记忆，也是真美好的代志。是透过这个过程，我都重新来去体验一下。我想这是一个真，也是一个真温暖的代志。对我来讲，所以对伊来讲，虽然凡说这嘛是一个台语的练习，但是当时嘛是一个母仔囝的时间。对。尤其对查甫囡仔来讲，这社会较无遐教育查甫囡仔要安怎去表达心情。你要甲阿母讲啊，我爱你，可能我毋知伫咧国外登记了后，你会较好一丝无？但是毕竟整体来讲，规个来讲也是。相对可能包含阿母可能嘛无迄个关系，对。但是透过这个互动，我感觉这是一个真温暖的故事。我嘛真介意这个故事，希望咱听友有机会讲，你希望甲阿母的关系更亲近啊，还是讲有当时甲阿母总是加减有一寡无欢喜的时阵啊，咱讲金庙起心嘛，甲时代有阵颠倒就较安尼嘛。是。透过咱来练习，我想要读一寡台文的文章，你嘛使经一寡甲亲子有关系的文章，咱嘛足济。读互阿爹阿娘听吼，阿爸阿母听，凡说恁的感情有法度伫咧，甲台文读的能力、甲讲的能力练好以外，可会使
甲即个爸母增加感情。是，啊，都嘛是爱看爸母的个性啊，对啦，对，这嘛是该重要。有一寡人迄个伫咧指点囡仔的时阵嘛是无得客气。对。啊，除了这甲人讲话，就是甲厝内人讲话的方法以外，干嘛还有什么款的方法？听就是基本上拢是听阿爹台语话故事。嘿，这是咱这集的重点。对，听对，就是听台语话故事。你是安怎去找到这个频道啊？就是即个倒来台湾想要学台语，就想讲，毋知影就是咱市面顶管有啥物较趣味、较好耍的台语频道，会使听，就去 Apple Podcast 顶管找，就找到啊。你就譬如讲拍台语2字安尼。台语对。即个工作时光我冇找到，就是现在妈妈啊，现在妈妈是。对。后来就是找到台语话故事安尼。对。所以你就开始听。听落来感觉啥款？虽然伫咧主持人面头前可能嘛歹，我都讲啥歹听话，无歹听话，就是对我的帮助是介大，无毋对。是安尼讲，我其实真好奇讲。做一个台语节目的人，我确实有当时会听到，听友安尼甲我讲啦，就比如讲会甲我讲，伊开始准备考试啦，或者是想要训练家己听力，甚至是对读的能力的时阵，伊会去听节目。不过我家己其实是无法度去体会这件代志。其实就是伫咧听阿德的节目的时阵，就是内容我基本上都听有，不过就是我。就是伫咧找着这个节目以前，我找着的节目拢变做讲无啥趣味，我都拢听袂落去。咱拢知影讲伫咧学语言的时阵，上重要就是你爱一直去有吸收新的物件。是，若是我找着的频道无法度帮助我做会到这件代志，这个代志哪咧？我个人就认为讲，迄个频道对我来讲是变做讲较无效的。那是台语含淡，就是咱讲开讲拍啦，两尾先破刀这款的内容，对你来讲是较无合理的开口是无？对，我其实嘛有找到就是较开讲的内容的频道，不过就是。变怎讲？就是对我来讲，我对迄种内容我较无兴趣。我顶多是对就是故事，就是你伫咧做的。我感觉我有察觉一个代志哦，就是阮的听友吼，就介意一个足掂到的物件。你看，比如讲之前我嘛捌讲过，像我方面内底啊，愈掂到的啊，收听都会愈好，愈严肃的，愈复杂的。当然嘛有一寡是较重口味的嘛袂歹啦，像凶案啊，这款的嘛袂歹。我真爱。我看我听友小可变态，拢介意这款怪怪的物件吼，但是确实，比如讲你选特别翻译的物件，最后嘛是拢较这个硬道的一寡主题，所以大家看会出来都，确实边是台语的节目，听众是无啥共款。是。当然，咱以华语来讲嘛，照理讲应该是安尼。是。只是因为台语节目相对确实无华语较济，是。有当时咱还佫无真济比较的标准，通去看，这当然是较无彩。所以我嘛希望讲未来像大马有做冥想的，就是像当时间讲正念嘛，这款的嘛有台语的啊。是哦，就是陪伴你做伙冥想，是陪伴你讲要困之前会使听。我家己放互送嘿，大嘛有这款的，对，我的项目伫咧做的，嘛有其他像阿凯啊，伊嘛做真济甲文学有关系啦，音乐这鹿港腔的，就是其实愈来愈济无共款的类型，大家开始伫咧这个语言的基础之上去选择，你介意的主题，我希望未来的台语的不管 podcast 啦、广播节目啦、电视节目拢共款，就是影视听节目，大家的选择是伫这个语言的基础上去选择你介意，毋是为着要听台语才只好啥拢听。我感觉咱也未完全行到遮全面啦，不过我感觉是大家豆豆伫行这个方向，去找讲，那我要做什么跟人无共款的物件，会愈来愈澎湃。我是有这个期待啦。所以听的部分，比如讲 podcast 嘛是一款，当然嘛讲到一寡过去的电视节目，还有甲厝内人讲话对谈。比如讲，咱来以口齿来讲，听说读写其实拢需要。当翻头要来学的时阵，其实真辛苦。当然，当已经现代有真侪真好的工具无毋对。是，毋过伫讲即块，其实要进步虽然有法度讲，但是咱真侪人会真挂心一件代志，就是讲，我就是无法度讲甲遐尼
大家讲的遮尔端调啦，遮尔正的感觉吼，因为咱像拄仔讲的入声字，其实都是一个足困难的。是一个挑战，对对。入声字啦，录音的把握啦，吼合喙音嘛。当然，咱每一个书伫读的时阵，可能你只要是练习的时阵拢无问题。是讲一大趴的话，像咱一直伫对谈要开讲的时候，一讲可能讲足长。这个时阵其实要逐项顾甲教教，足困难的。是，该困难对。所以我相信你基础到一个程度，所以你相对要甲这物件了转来较紧。是，但是嘛有真侪人其实是无法度遐尼紧来学习这件代志。不管是就你家己所读的，比如语言学的这款的学术上这款的看法，或者讲你家己的经验，你就你讲这件代志，敢有什么款的方法，或者是有什么款的美感？有法度互有的人总是希望讲，我希望愈讲愈好，愈讲愈水气。嘿，咱有一个语言，你若对伊是有想法的，你会希望愈讲愈水嘛？所以比如讲，对这的听友，对这的朋友，你敢有什么款的建议？其实就是我家己学真侪语言，遮侪语言了啊！我其实有时阵到呾嘛是会去想讲，就是若是我咧讲外国话的时阵，是毋是外国人会知影讲，这个人伊听起来伊的这毋是伊的母语，对，伊的腔是毋是是不是淡薄怪怪安尼？是。毋过就是这嘛是真也无法度的代志，因为咱就是外国人。这事实就是安尼，就是咱就是我感觉讲，就是这是一个真歹接受的代志。但是咱做一个外国人的时阵，无要紧啊，就是我只是为着要甲你沟通。是。当这个语言是我的母语的时阵，迄个心情是完全无共款的。咱要讲100%，我认为，现实来讲，有淡薄仔困难，就是你若断过了伤济，精查甲一个比例上，你要完全100%互人听袂出来，迄个小可倒呀怪怪这件代志，恐惊是有困难。是，不过咱总是有进步的空间，是有进步的空间。要安怎去进步？我家己的经验就是爱真正就是爱加讲，就无其他的方法对啦，就是爱加讲。上重要的是，咱想要讲的时阵，就尽量莫去找咱一开始就知影讲会甲人考试迄款人就好啊。所以你的加讲其实有留一个，就拄则甲咱拢有提起的这个条件，莫去找会甲你考试，或者是莫去找会打击你的信心的人。对，因为就是咱伫咧语言的时阵，信心就是介重要。是，若是有信心，咱才会当继续向前行。为你这讲法，我有联想到一个做法啦，是最近有朋友嘛伫做这件代志，就是台语聚会。比如讲大家小招透过网络报名，我几个人咱就开一团咯。嘛无错啊，可能某一个咖啡厅啦，还是有包厢啊，这款的大家就是内底可能有设定几个主题。大家伫内底用台语开讲，你一定拄着袂晓讲的。不过因为大家拢是想要练习的人，是因为我知影讲像英语啦、日语啦、韩语，其实拢有足侪，尤其伫咧台北特别侪。对。若真正你的生活环境较无遐大都市，是凡事嘛会使透过网络，是就这款的对谈的方法。我感觉这是一个会使设定主题嘛。比如讲你是介意什么物件，看法度伫这个趣味内底，佮找到对台语嘛趣味啊，两个做伙结合做伙安尼。就比如讲我当就爱看陆家嘴、鹿角蕨这个物件，我家己嘛有种我可能就想讲。唔知有这个台语的，大家会使讨论陆家嘴这件代志的人无？大家会使来讨论这真侪内容有真侪物件我唔知迄个书面怎讲啊？我可能华语嘛是拄学到呢啊。是凡是透过因这较有经验的人，还是讲因本来就做这道的人，伊可能就更较侪这个行下来的话，咱就使这个对谈的过程当中来学习。伊可能嘛有一寡，我有一寡伊唔知影，咱嘛会使交流安尼。我真正有拄着这款的。拄好是做陆家嘴买甲家己本身就伫饲的这个头家，对谈起来我真正甲伊对谈时，我就讲开讲足欢喜的，是我会使分享我的想法，甲伊会甲我讲伊家己做这道的时阵伊的想法，我感觉这就趣味的，所以大家会使试看卖。拄则你有讲到这个物件，我真趣味就是一定要注意，莫去找迄个打击你信心的人。你只要这个条件把握好，对，你这个基础顶端去找你有趣味的主题，厝内人无法度甲你斗相共，是去找你有趣味的主题。甲这两个结合做伙试看卖，反正是
一个好耍的办法。对对啊，你拄则伫咧解说罗角粿，是不是？罗角粿哦，对对，下时阵我去想着就是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若是咱听众朋友内底有较避暑。个性较避暑的人，是其实我嘛介避暑，所以有可能看袂出来对。啊，毋过我其实嘛介避暑，我平常时啊，就是生活环境内底就敢若有阮某，甲一只猫啊，就是接触的人较少啦。是，那呢就是即款人个性较避暑的人，要安怎就是训练，要去训练，是要训练家己的语言。的时阵要安怎做？就是我家己试过。真侪年，我感觉介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加听，听就是伫咧行路食饭饱了，我毋是伫咧课本内底有写讲，就是我食饭了出去行路的时阵拢会听啊对，是对啊，就是我不只用就是安尼方法来学台语，我甚至学日语啊学韩国话的时阵，拢是用同款的方法。就是加听了后，就是我家己的经验是，咱伫咧听的时阵，虽然袂感觉讲就是家己吸收了偌侪物件，啊，毋过其实咱听的物件，我感觉拢其实会走入去咱的头壳内底。这就是年久月深，淡薄啊，粒积，拢小雨袂堪你接落嘛。是，就是这款的情形。你早晚会淡的啦，对，所以这个怪，早晚会对，但是对我拢安尼讲，小雨袂堪你接落，所以久啊，你自然都会像我真正较认真有伫想要练习日语的时候，我都会逐工会听日语新闻的 podcast， 我当时较变淡啦，但是真正我开始都会迄个语感较好的时阵，较实有差。啊，你若是久无啊会推，是真正嘛会推，是感受会着真差。不过是真趣味的这话题啦。啊，我讲连新段的讲法吼，就是咱讲咱较避暑、较压贴的人吼。对。还有一个做法，咱办一个这个爱人的聚会。因为咱彼此拢知影，大家拢是爱人，是，所以电脑彼此无负担，大家拢用无话讲时，也是我感觉感觉时，你会想讲大家拢是共款，所以无要紧。你讲出来每一句话，对因来讲，对所有参加的人来讲，拢是一个有人成功啊！无得靠，无来互你什么无好的评价，大家拢心肝头想共款的代志，无得靠会使真轻松，嘛免烦恼家己无讲话啊！对，因为大家拢会使体会你的心情。介趣味，互大家一个参考，办一个爱人主题的聚会，我咱先歇困一下，咱们就个转来。我是魏振和，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小弟去年翻译的《美国独立宣言》，甲我有一个梦，顶个月出版啊。即马伫咧咱台湾的册店拢看会到，大家若是有闲去踅册店，嘛会使摕起来轻轻的，用咱的语言来倒倒感受，看卖以早美国人为着自由甲平等，是经过虾米款的困难甲拍拼。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捌台湾，那呢，咱就继续听落去。咱继续转来，拄则中场的时间，伫开讲一寡爱人的的心情吼，有影是哀叫啦。不过这毋是咱今日重点哦，所以无要讨论这吼。主要还是想要来讨论一寡咱当讲台语努力重新找回家己的台语，甚至会使讲是精进家己的台语这件代志。是。要面死面热，其实当然这是一个心情甲一个拍拼，毋过有一个验证，或者讲一个，互咱感觉讲，我真正这个拍拼是有成果的方法。其实上简单是讲上直接的，就是参加认证考试。是认证考试，你先来想要去参加？阮阿嬷还阁在生的时阵，我就已经有去参加啊。迄阵想要去参加，主要就是想讲，互家己一个机会，会使去读台语。若无咧，就是平常时啊，就是咱大家生活当中，其实会使使用台语的机会是较少。对啊，想讲，若是有考试这个目标，那呢我就会使继续读台语安尼。就是伫咧阮grandma过身了，我如果加一个
目标就是我想要互阮虽然讲已经都就是听着我讲台语啊，毋过我就是想讲就是伊若是伫咧天顶。嘛是会使听着我，还是看着我，就是讲即摆也好，已经真正晓讲台语安尼。你有甲正式烧互伊？袂，后边去下讲的时阵会烧伊。甲听友讲一下吼，你若是去考成大吼，你考过了要爱正式歹势，另外再开400块。是吼，因为教育部毕竟人是教育部考试有教育部出钱嘛，吼，伊做即个补助的，所以比如报名费一说咱尔，佮送你一大堆礼物，然后盘手互你炸转去啊。是啊，正式我想应该是无另外收费啦。但是你若是考成大的报名费较贵淡薄啊。因为是属于半私人的机构啦，吼，所以伊真侪物件真正爱用到钱，所以连正式嘛是爱另外，要叫伊寄来互你就是400块一张安尼。原来是安尼哦，我真是拢毋知。对啦，我会选择去考迄教育部的一部分嘛，是因为伊较俗。安尼正式烧互阿嬷嘛较袂毋甘，无一张400块个小气嘛是小块毋甘。对，心会疼。对，好，大家知影这个啦。所以你本地是一来想讲，互家己有一个目标，讲反正我是为着要准备考试，我就开始搁较有一个目标，是讲有一个阶段性会使来准备台语这件代志。是。目前因为后来你考到 C1， 就是以教育部的标准来讲。对你来讲，这个考试是讲这个C1敢有什么款的意义？因为讲实在啦，你讲今日要叫阿嬷若搁在身，伊要去考这伊嘛考袂过啦。是。所以你讲要完全讲透过这个证书去甲阿嬷证明讲，我台语但会使啊。毋是讲完全袂用伊安尼讲，毋过我想你甲伊对谈这件代志，都已经有够证明啊。是。所以这个C1感觉还有什么意义？C1，咱有咧考语言方面的考试的朋友，应该拢知影讲，就是咱若是咧学一个语言的时阵，C 这个坎站是，要安怎讲？你毋若会使日常平常时啊，迄种开讲已经是完全无问题啊。是，所以来就是，若是你有到C这个坎站，就代表讲你会使用这个语言去创作对，会使用这个语言去读书。拢无问题，所以对我来讲，就是C这个坎站是基本的。我较会使讲，我会晓这个语言。对。伫咧C进前，我个人认为，拢严格来讲，你拢袂使讲你真正是掌握这个语言啊。你敢知影讲，目前台湾学校内底教台语教师的要求是 B2， 我知。你安尼得识到真侪台语教师。是的。无啦，就是无，我绝对无迄个，就是要看轻，就是国会就是先进的艺术啊。毋过就是我家己是一个，要怎讲，就是真介学语言的人啊。我嘛是真。我学语言的时阵，就是想讲，我定定会甲家己的目标设定伫咧更较悬的所在。有的人就是兴迄个收集证书啦。对，就是亲像我安尼。有的人可是有一寡，我嘛知有一寡朋友是，伊可能因为对语言真有趣味，所以伊会各种语言拢去学啊，可能就设定一个目标，讲我这个语言什么叫做学到一个程度，我要搁刷落来，甲我的心力用伫后一个语言就是，就是譬如用考到某某级数，安尼我感觉会使先暂时吼，我嘛无要考这专家，但是我先暂时认为讲我学到一个坎站啊，安尼我会使继续去换后一个啊，这可能就是一个设定的方法嘛，是可能对你来讲，这个设定的标准大概就是一个 C 以上安尼，是，一个坎站，你就是收集的迄款，收集对，真介意收集的这款的对啊，对，当然讲倒来，家己台语本身吼，你其实已经翻译2本册啊嘛，是咱今日一开头就讲啊，虽然讲以册名义来遮开讲，到前半段拢无伫讲册，我想出版社应该是袂计较啦。这届翻译的这2本册是我有一个梦加独立宣言，这2本册像咱都讲的，其实拢是真硬道的册啦。是安怎是这2本啊？其实嘛无啥物特别理由呢，就是跋杯啊，是也是巴豆啊，是凊彩社会表去写掉的哦。就是亲像我拄则有讲到，就是我甲孙聪老师熟悉啊，就是准伊家熟悉啊。旧年的时阵，伊就来说我讲，就是我有熟悉一个有理出版社，是这个出版社即摆伫咧找一个译者，要替因翻译。我有一个梦，还有就是美国独立宣言。所以等到是出版社先有这个想法，是。拄好
顺聪是这个中人，还是负责看稿？是拄好，因为你个长期是一个加拿大嘛，这个不管是环境啦、文化啦，这款演技的熟悉程度，拄好是适合的对象安尼。对，有就是有顺聪老师伫咧中间安尼搞看安尼，就有这个机会。是，所以就变成讲翻译这两本，但是你真正做的翻译拢是电动，还是还有其他的？电动基本上都是电动啊。若是做电动以外有时间，我嘛有咧做就是册，甲各个翻译做华语的册。是，我嘛有翻真多，所以长期拢甲翻译有真深的关系。是，所以对你来讲，这应该嘛毋是一个真过头讲，哇，这个物件要看要搁翻实在伤过困难，可能无到这个程度。无对，我其实当初伫咧孙聪老师来找我的时阵，我是有去网络顶管找一下，就是这两篇的歌来看卖，我想讲，就是虽然有几个部分毋是看真有，毋过就是阮一般咧做翻译的时阵，拄着一开始毋知影要安怎讲的部分，迄是介正常的代志。是，对，就是后来伫做过程当中，你一定会知影讲，就是到一个坎站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就是我真正看袂起个所在，自然就会家己。是，顺迄个理路落来，你豆豆啊融入伊家己即个作者的思考内底时阵。对伊所写的这可能拄头看无的物件，你可能都会愈来愈清楚啊。是，无毋对。讲起来是真简单啊，不过实际上你做当然是有真侪困难的所在对吧？是。以这两本册来讲，伊的翻译敢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所在？翻译顶悬就是比方说讲，就是英语甲台语这两个语言是真无共款的语言，对无？就是不管是伫咧用词啊，还是讲就是文化顶悬，拢是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伫咧翻译的时阵，开始有拄着过真侪，就是英语内底安尼讲是真自然，毋过就是你若是直接搬入去台语内底，听起来会真碍叫。这个我都记者咧。伫咧独立宣言内底有一句话是安尼写 ：Th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king of the Great Britain。这句话若是你直接甲伊翻做是台语，会变做是即马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这句话咱听众朋友毋知影有发觉，就是讲，就是咱伫咧讲台语的时阵，咱袂去讲人加上历史。这讲法因为伫咧台语内底就是无人会去安尼讲，毋过伫咧英语内底的 the history of someone 就听起来是介正常的代志。是。所以我伫咧翻译这个部分的时阵，我甲伊调整做咱若来看大不列颠国王，对，安尼。就是看这个身份，还是这个，伊可能袂使用工课来形容，就是看这个身份的人，伊自过去到当时安那一路过来变化。是，我做翻译做遮久啊，我即马会贴学，我正做一个译者的贴学。就是讲，我若是咧翻译的时阵，翻译过来迄个语言，我譬如讲，我今日是要甲英语翻译做台语好啊，那呢我的台语的译文就爱听起来就爱参像，这个文章一开始就是用台语来写的。这个思考点有一个，我感觉真，你嘛使讲伊真冲突的，就是讲真趣味的所在，因为咱拢知影这是为什么国家来的。为什么款的文化来的一个翻译的作品？咱一方面希望伊伫翻译了后，袂咱讲这个调调，就是讲伊迄个互人感觉就是碍叫，听起来足奇怪。是，但是同时咱嘛希望去表现出迄个所在的某一款文化。这内底到底是要安怎去取舍，去决定我要安怎去做这件代志。我想你要讲，甲翻做完全就敢若台语写出来的文章，或者台语思考写出来的文章，这是咱的目标。不过也是因为伊是基本上无可能100%达成的代志，这也是咱的目标嘛。实际上内底有真侪暗来扯去的所在。是。这个你的决定，或者讲你每一遍碰到这款的情形时，你敢有一个家己的什么款惯势的做法？我有时阵就是有时间，我嘛是去踅册店。踅册店的时阵，我就是替别人翻译做华语的册起来看。我上挡袂掉的就是一款册，就是内底写华语，就是比方说讲，就是你看伊的写法，你完全译会出讲原底伊个原文是安怎写。对。我读着迄款册的时阵，我规身躯拢会
是，被爆炸呢。华语有一个讲法啦，叫做洋腔洋调啊，对，就是伊翻出来，就是你一看就知影是迄个感觉。对，可能某一个时段、某一个时间是这款的做法是实行的，有可能，因为比如讲大家认为讲，西方来的物件特别进步，西方的物件较好，所以你练家己伫使用这个翻译的时阵嘛，希望去挖紧，迄个英语或者迄个语言伊本身的迄个理路。是，不过确实，我想伫咧当咱伫讲翻译这件代志，较注重讲要安怎为家己的出发点，来看这个作品，所以你伫语言的使用上，可能就较注重讲。你袂使看起来就爱叫的，你袂使看起来讲就是敢若外国人腔伫讲，你会感觉起来，底个人会讲出，不管是华语还是台语版本，就是因为外国腔的迄个讲法安尼。对，在我听做一个译者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你若是写出来的译文，就是听起来亲像是原文。的时阵，你的不管是读者或者是咧耍电动的人，是因拢会无法度专心咧读你的册，或者是耍你翻译出来的电动人。我个人是认为讲，这是一件对读者是耍电动的人真无尊重的代志过来就是讲，若是咱翻译出来的物件，认真讲啦，就是即马 ChatGPT 是翻了拢比翻出来的物件品质拢语言这方面，对，拢已经真接近。咱人甚至是讲，就是品质已经比咱人更较悬啦。若个继续翻出，就是迄种安怎讲，就是听起来就是原文的迄种译文的时阵安尼我就是感觉讲，这是一个真我忘记意思安怎讲。因为即马 AI 的能力，尤其伫咧语言，因为咱目前讲即款的 AI 大部分咱使用的拢是语言模型，我先暂且用这字叫读啦，就是伊是语言模型，所以伊本地就是伫咧语言方面特别厉害。是，台语先无讲啦，但是大部分这靠大量的资料库，不管是华语，不管是英语。这款的语言日语拢共款，伊甚至会使一概互你3款无共款版本的翻译，讲你介意搭一款开口，我等搭一款开口互你。是，无毋对。所以做一个翻译者，其实会面对真大的挑战。是，就是你要安怎证明，你袂互 AI 取代，你袂互出版社认为讲，我规去叫机器去翻译，去修正一下就好啊嘛，去叫这个编辑搁看一下就好啊嘛。是，这内底就是每一个翻译者以翻译做主要的头路的人，可能所面对的课题啊。对，我认为讲就是阮译者的存在价值，就是这生产出来的译文爱安怎听起来就是上自然，上听起来就是一开始就是用迄个语言写出来。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必须要去表达伊本身的文化特性。是，这其实就牵涉到后来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比如讲我有一个梦。I have dream， 这是其实是一个演讲的歌，是伊本身讲话爱有迄个力量，是因为是演讲嘛，咱知影讲真侪人伫咧演讲时阵，伊是真有迄个煽动你的情绪的能力，是所以伊内底用词，伊内底写法，迄个英语你要安怎为互看台语台文版本的人感受会到。平即句话，咱就算讲咱要为即个台语的角度出发，互你感觉讲敢若就是台语所写出来，伊嘛无共款的选择，伊会使是较硬穿较正版的、较正式的感觉，伊嘛会使是即款的，就像比如讲咱伫咧政治的即个选举场，是毋是就真侪即款口号啦，即款的讲法，伊要讲的代志可能共款，但是就必须要选择即个字爱减少，但是爱真有力，爱选择什么款的即个话句，甚至是个声调会特别互人即个感受特别强烈的，这其实拢是一款选择。你共款即句话会使有无共款的翻译版本，是同样佮对照着独立宣言。伊是立国文史，所以伊是一个日后要做一个大典，你知影？就是一个经典，是日后所有人拢爱参考这个基础。未来不管你是法律的制定，你是国家包含宪法，包含咱的立法的宗旨，其实拢爱伫咧独立宣言的这个基础顶悬去做，叫做美国的基础嘛，美国根本两个是完全无共款的题材。是。你要伫翻译的时阵，平一句话，台语要安怎使用是完全无共款的。是无毋对。你这方面要安怎去表现出来？这款的警察，这两本就是因确实伫咧目的，其实无共款，无对。摕
I have a dream， 就是我有一个梦来讲，是伊开始就是一个演讲稿，就是要读出来，互大家听的，所以就是用词，就是爱大家听一个就知影讲哦，这个人是啥物意思。我有一个梦，伊的原稿就是写了嘛是真，伊的英语原稿就是已经真好读啊。我伫咧翻译的时阵，我嘛是尽量用有讲话开口的啊，爱背，对，爱背，爱dit。爱dit，对，爱背爱dit，对。你才有迄个煽动人心的感觉嘛？你看选举场就是安尼嘛，大家就是发动选，大家就是讲，咱就是安那对抗什么物件，是毋对这个感觉？对，所以就是我伫咧翻我有一个梦的时阵，就是有那咧翻的时阵，那去想到这点。所以就是我用的词就是有较白较直，就亲像内底有一句话是安尼写：美国无遵守这个申请的约束，颠倒是甲黑人开一张巴拉票。对，就巴拉票这个词就是真直真白。对，大家一听到巴拉票啊，迄个感受就出来啊。对。我伫想反说，是毋是伫咧翻译过程，你都要去设想讲，若是台湾过去可能较无机会受到真济教育的人嘛，爱一听就听有伊伫讲啥迄个感觉。我其实咧当初咧翻的时阵，我无想讲就是听众是啥物人，毋过就是即马就是翻头看，我嘛是感觉讲就是亲像巴拉票即张，这就是大家一听就知影。对，这种词就是大家一听就是知影讲哦，对，开口就有够啊，就是掠着迄个开安尼。对。啊，那是独立宣言呢？独立宣言就是开始先开始的时阵，毕竟就是一个较正式的文书是。先开始咧翻的时阵，就是用较多汉语词啊，是，对，汉语词用较多无毋对啊，毋过就是后来就是较趣味的所在，就是毋知影咱观众朋友敢有去读过，就是独立宣言。其实写到后来，若是有去读过，就知影讲就是较后壁部分，基本上拢是美国人咧嫌迄阵的大国的等国王，所以这个时阵迄个。风格都要搁做转换，对，就是讲台语的人咧讲嫌的时阵，骗想，对，骗想嫌，也是讲骂的时阵，是袂去用，就是汉语词袂用遐多，袂遐文啦，对，袂遐文，对，是袂遐文。我今来举一个例好啊，咱来听，伊超工甲阮西人，做是阮内部的暴动，了搁想要。叫住伫阮遮边界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来甲阮镇压，毋过伊明明知影，阮遮的印第安人是不止粗残，拢化台着台，则无插对方的年岁是男是女，或者是啥物身份。见摆阮互打压的时阵，阮拢好声好礼请伊弥补，伊煞一遍搁一遍甲阮伤害。就伫咧。拄则迄句内底，就是我相信观众朋友嘛是听会出讲，就是迄内底较直较白的讲法是较侪，但是伊都袂像迄个我有一个梦，佫较直的感觉，是，就是我虽然要表达我的心情，毋过我是爱小可修一术术啦，安尼。毕竟我要写成文字或者白纸，或者要写落来物件感受，是，甲一个演讲是又佫无共款是，无毋对。所以这内底其实有真侪家己爱去准则的所在，是。敢有做过就侪修改，比如讲，这个语气我家己看，讲，敢若是无啥对当。我家己修改是无呢，无对，我家己就是一开始安怎翻，就基本上我拢是，其实我咧翻的时阵，我拢有咧想讲，这个部分爱安怎翻才会有咱台语人的迄个开口。所以你首先就已经先去考虑这件代志啊。对。翻译的过程当中，相对就较顺势。是无毋对。你为接到这个工课是讲这个任务了后，甲真正送出去全部完稿啊，安尼是偌久的时间？应该是有3礼拜到1个月，应该是有。论字数，这两篇的字数其实拢无算足长的，对吧？是。因伊这两篇的原文的字数拢毋是介长。对，若是我今日要翻入华语，那安尼我应该是1礼拜。或者是讲几工啊，对，会使完成啊。但是因为台语内底，咱可能佫较真侪有路的代志爱去注重咧。是。如果讲长无长，讲短无短，安尼两篇，其实这两篇拄好拢毋是文学类的，拢是真特殊的一个题材来。其实较少伫咧咱的翻译内底，目前台湾的翻译，比如讲经典，伊可能有小说。
伊可能有散文，有真济即个较文学性的物件，但都较少即款的哦，所以我想嘛是豆豆伫补足即一块。虽然讲可能咱过去就算受即个华语教育吼，可能嘛较罕呢，看这几篇真正的内容啦，吼，可能反正搭一讲即个共产主义宣言，可能嘛会为原文吼，讲毋是中文的版本，原文换做台文版嘛有可能吼，这拢属于较。包含一寡哲学思想伫内底，一寡主义伫咧内底吼，即款的是较特殊的一款的问题。是除了这两本以外，刷落来，感觉还有想要继续翻呢？刷落来，其实我即马这两本册就是已经出版的这两本台语册是武力出版社，就是铁瓜出版的。刷落来，因其实冇讲就是会有第三本。我即马就是交咱观众朋友分享，就是刷来要翻倒一本。是。出版社遐嘛要要决定刷来是倒一本安尼。有这个计划，但是倒一本还佫无确定。是，无毋对。是什么类型的？敢有讲？总是一个大方向，对出版社来讲，比如讲，伊是真正就超工拢想要出版这款的，还是讲其实无定着？方向应该是交这边这两本是相像的，就是政治思想类安尼。所以其实伊就是咧捕捉这个市场的某一块。我嘛毋知影，就是出版社因为因的角度来看，因想要做啥物，啊，毋过就是应该是有可能啊，对。你做一个台文翻译者吼，就是上无你当翻过两篇啊嘛吼。是。你家己敢会去观察目前台湾的台文作品，应该讲台文的翻译作品市场这件代志。台文的翻译作品，有啊，我有时阵会观察。嘿，你家己敢有什么款的想法？比如讲，这个市场目前有什么缺欠，或者是讲有什么物件，当做较特别好，或者讲什么所在呢？有人来翻，是你期待你愿望的，敢有这款的？咱台文翻译科啊内底即马咧较专心咧做的代志，是经典，就是国外经典的翻译，是，对，就是甲国外的经典摕过来咱台湾爱翻译做台文安尼啊。就是我是感觉讲经典的翻译是真好无毋对，我嘛是认为讲就是我会使参与，这是一件就是真公营真互我感觉骄傲的代志。啊，毋过就是我当时我嘛感觉讲就是咱即马市场顶悬较欠缺的，就是较当代大众流行文化。对，大众流行文化，譬如讲几礼拜之前，毋是有一个美国人 Alex 来背咱台湾801，对801啊，伊其实伊有写一本册叫做《Alone on the Wall》，那翻译做台语应该是家己一个人伫咧壁顶，是内底伊就写讲，就是伊是安怎准备要去北京前是安怎准备啊，伊心理状况啊，伊是如何去控制伊的风险安尼。我感觉讲就是这款册，这款较流行、较对着即卖话题的册，我是以我的观察来讲，就是咱即卖市场较欠缺的啊。若是我家己是无囡仔啊，我想讲，若是我有囡仔的时阵，而且我嘛想要用台语来邀请囡仔。那呢，这款就是这款较流行、较对着话题的册，若是会使互囡仔用台语来接触，那呢，这应该会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啊，比如讲，一直拢无替流行、替时行的这款星座啦、MBTI 啦，就过啊，种种这款较时行，甚至我真正有访问过人类图啦，这款的，那是有台文的版本，我想应该是一个真趣味，或者讲真正较有名什么秘密啦，就是么，就是对这个宇宙下订单嘛，这款的主题，我其实拢是卖了就好就好诶，是吼，啊，还有什么庆忌的整理术，庆忌的整理术，啊，什么整理魔法啦，等这款都是生活真实用诶，这款的物件可能嘛，目前嘛是咱较少看到，是，对啊，我是感觉讲就是。对，咱即马市场内底较少看到这种，就是对着咱即马的流行话题的台语册，对啊，或者是国外当时行，可能台湾开始有买入来这个会使翻作华语的华文的版权的，但是可能台文的都较也袂。国外这出名的小说，比如奇幻小说啦、推理小说，当然咱有这个福尔摩斯这个 Holmes，但是相对来讲也是较久远啊。是。
打伫咧国外事件，尤其是用世界事件的这个小说吼，不管当地片啊、奇幻的、科幻的，目前确实拢也袂，包含甚至进前电影做过3部曲，这个魔戒啦、魔戒嘛，或者是这个 Harry Potter 啦，吼，这拢也袂嘛，这都是伊有迄个基础的大众市场，但是是毋是有法度做成台语版本，毋知影，这可能出版社需要有真侪去鼓吹的方法，就是这个物件台语版本敢真正袂叮当，经典有当时有受众的价值，有当时有我会使做长销的，因为毋管时代安怎演变。这物件经过已经上100年啊，所以伊会使一直卖，但是有一寡物件可能有一段的时间，我想这可能嘛是出版社的考量之一。对我来讲，我立场买定感觉讲，遐长时间的册，若有台语的版本，我嘛想要看啊。总是有一寡，虽然毋是每一项人都有趣味，但是总是有家己有介意的物件。是啊，是。这就是确实是，我想对出版社来讲，可能是一个因需要真济去取舍的所在啦。就我到底要安怎做较好？是，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嘛使甲恁出版社讲一个，其实会使考虑看卖一寡新式趣味的册吼，伫咧国外当时行，看什么款的册啊？伊毋是遐完全拢。一个时间过都无啊，是看的，比如讲有一寡册真正足穿的，这个富爸爸、穷爸爸虽然讲打无过去遐穿，不过其实一直拢真长销嘛，卖了真好。对，迄本册应该嘛会当算是一个经典啊。对啊，已经特别变成经典的程度，先无管这个作者到底是毋是定定破产哦，这先无管就是上无这本册，确实对真侪人来讲是一个。对经济学还是对家己的这个受财务的想法有一个启蒙的效果的这款册，反正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开端。以后这个册无需要有会啊，是讲大部分听到个最好的告诉讲有换做大部分的版本，才会使看。但都是伊本来都是会使互少年人都好得看。才台语家庭的囡仔开始进入小学啊，甚至开始可能进入要国中啊。就正是这个时阵，我讲反正这东西有大众流行文化的基础，受到大家欢迎的册，同时又个会使有无受时间限制，伊嘛其实嘛真侪年啊。是啊，同时个有这个基础物件，会使反正会使先为这来得去找。你说你讲这个流行文化，是讲较当代物件，是我想起到这个可能性。对，真期待，期待一个。好啦，既然咱最后还是来宣传一下这2本册，到遐买啦，是到底要安怎吹，去到遐吹安尼。好，你宣传无跟我宣传，歹势，好，大家好，again thank you guys for listening。我是魏晋和，是台文版的美国独立宣言加我有一个梦的译者，真感谢大家拨时间收听今日的节目。美国独立宣言加我有一个梦这2篇。伫咧咱人类历史内底有介重要的地位，即便会当有即个机会，甲这2篇翻译做台文，是我做一个译者甲台湾人上大的荣幸甲骄傲。虽然这2篇原底是以前的人写出来的，咱真侪观众朋友嘛，应该拢读过这2篇的华文，也是英文版啊。毋过就是台文版伫咧咱台湾是头一遍出现，而且内底的内容交咱台湾的处境。嘛有最就是小项的所在，我家己想讲就是真值得咱来参考来思考安尼。若是大家有闲去册店的时阵嘛，闲看看咧。嘛希望这2本册的文字甲图，会当互大家有无同款的感觉。多谢。好，为这段就知影讲，伊事先摕着访讲了，用偌济时间去做这个准备。好啦，咱今日的这个对谈嘛，差不多要来结束啊。讨论到真侪甲翻译有关系的代志，但是我感觉。更较要紧的，其实是你有法度开始翻译台文册进前迄个过程，即个台语路是安怎一路行来，我感觉这是最要紧。互所有听友通做参考，或者当伫行即条路的人嘛，有一寡鼓励的即个成分，就是讲，凡世日后某一本册顶悬的译者，就是写你的名。我感觉这是有可能的代志，毋免讲我台语无够好，就讲已经毋是我。就过去就惯势的语言啊等，所以我都无法度做到这件代志。我这是只要一步一脚印，总是一支草一点路嘛，总是有法度
会使有行出家己的路啦。好啦，那安尼咱今日就要到这来结束咯吼。唔知大家对这集的这个内容听了有什么款的，敢有满意咧？到时阵这集出来了后，今后都会使伫咧家己伫外口走的时阵，听到家己的声。我唔知到时听到家己的声是什么款的心情呢？我基本上就是若是有上电视，也是有上 podcast 的时阵，我拢袂去听，袂去看。你拢袂去看？对，因为我会感觉家己亲像就是我毋是顶礼拜，还是两礼拜之前，我毋是用上电视，是我无去看呢。啥都袂去看？我会家己。好啦，那我希望这集你会使好好去听一个，绝对会找时间来听。唔知影大家对这集的内容有什么款的想法呢？这一集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什么款的指教和建议，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或者 YouTube 留言给我。若是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使留个5粒分数，还一寡鼓励和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天，你使看到更多节目内容的补充哦。若是你要还更较侪支持嘛，欢迎你点下 Show Note 就随便看赞助连结网链啊，做阮的天兵天将去做台语新世界那呢，咱今日就到这咯，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家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车拉黑车拉。阿莹、张文珍、瑞琪、王淑贤、伊文、阿文、Arthur 阿川、英川、阿里高瓦、尤里、吉林乐、PT 哥，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营通换新加倍斗助阵挂金甜美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恁实际支持。阮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滑步。